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农村人口老龄化、产业转型受限，是许多台湾偏乡小镇的困境。台南左镇是台湾的化石重镇，还有知名的月世界2地地形。然而，产业转型困难，人口老化外流，让左镇可能成为2050年即将消失的乡镇之一。山海屯设器复制新化老街的经验，透过老屋翻新，一步一步装点左镇的面貌。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第一眼看到他们所谓的左镇老街，其实还蛮傻眼的，就是它已经没落的相当的程度，然后老屋都衰退啊，甚至有的老屋连屋顶都没了。然后像左镇这个地方，它大概有两个主要的问题。那这个是跟我们在新化截然不同的。那这里主要就是像大概1978年那个时候，左镇这一段的台20线开通之后，那再加上86的快速道路，84的快速道路，就是也完工嘛，然后以及就是预警的芒果行销的也非常的成功，所以其实原本在那个芒果的果的一个交易的一个主要集散地是在左镇这里的。后来就是整个区位被预警所取代之后，这边就整个商业就非常的没落。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是水质水源保护区，大概就只能经营，就是只能做农业。所以其实我们观察这边的孩子们上了高中之后，其实就准备离乡了。所以我们重新将这边看成是一个生活产业聚落，以它为愿景，重新去思考这里好的风土人文、农特产品。怎么去，或者是一些在地的记忆跟故事，怎么将它转化成食衣住行娱乐各项，能够重新被人们来体验这里的生活魅力的各种环节，并且提供相关的商品跟服务。那我相信借由这样子的新的产业的一个设定，就有机会让下一代或者是青年们去知道说，那像我会设计啊，我会资讯工程啊，那我会一些油层开发啊，这些相关以后他们去读的科系，就有可能知道说，那家乡也会需要他们的一天这样子。以地方创生来讲，人、地、产3个环节共同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会非常的重要。但是因为在人进来之前，总要有一个基地，有一个空间能够呼吁他们。那我们又看看老街这边的空间都状况不太好，整条街区环境也不太好。所以我们优先就从空间着手，因此我们在公所的协助下，我们也是就是尽可能的盘点，能够让我们妥善使用，并且产权没有那么复杂的一些街屋。那最后盘点起来就是锁定了5栋老屋。那准备好之后，其实去年我们也有得到文化局的社造相关的补助，让我们可以去做田调，让我们对这边有更深入的了解。那进一步的才知道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样子的内容去做生活体验的开发，所以进一步的慢慢的也吸引青年的一个卷动青年的一个加入。在最近呢，政府有那个山海屯这个计划进来，人潮真的有差，慢慢的已经看得到人进来了，都有在改善，真的有在做事。如果更多人进来投入的话，也会有那个活力啊。一直推，还有各企业啊，还有那个创生的单位一直进来，拉升那个左镇的能见度。这个很好啊，像这个弄得真的是很好很好的这样子的，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值得啦。左镇街区每间老屋背后都有值得探索的故事。计划团队与屋主合作，申请政府经费进行整修，并引进商业模式。10年后归还整修后的房子。街区的活化可以带进人潮与商机。小小的左镇正在翻转地方产业，孕育梦想，让老街再度热闹起来。
你好，是我们嘅欢收看9月21号中嘉台南电新闻。因为发生进口巴西卵甲国产卵蓝做伙卖，甚至将巴西卵当作国产在卖事件，嘛互民众相当的惊吓。对此，担市会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加速稽查的动作，保障民众食安全。针对巴西混蛋事件，国民党议员王家晶、林彦祖、李中勤、罗坤福、蔡宗和、柯志春联合召开记者会，询问市府敢会当保证无巴西卵混入去台南，也认为市府稽查动作上慢。淡淡的哀伤是年初台湾人买不到蛋，排队买蛋，我们一点点哀伤好了。可是到现在，我们台湾人是不是应该要跳脚起来，问这个无能的政府，问这个践踏台湾人健康的政府，原来进口的巴西蛋还可以有致癌的一些毒素在。台农标示的是台湾制造的，可是呢，明显台农的董事长自己已经讲了啊，他的蛋是来自于巴西进口的蛋。那我们担忧就是这一些在卖场，到底我们的民众吃了多少？我们台南市民众吃了多少？中秋节快到了，我们所有的月饼，几乎每一样东西都是需要蛋。那我们吃的面包、吃的蛋糕，其实这一些都是需要蛋液。那这一些蛋液，还有我们小朋友的营养午餐等等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需要到蛋的这个东西。那到底我们卫生局有没有去查过？嘉义县、云林县这几天都发现了数万颗的过期蛋，在云林县就560万颗，高雄市在仁武的物流厂也查到了过期的进口蛋532万颗，嘉义县也有，彰化县也是。那我想台南也是鸡蛋非常多的重蛋区这部分关于台南市民的食安问题，市政府是太被动了一点。咱政府单位到即马黄伟哲拢无讲半句话，因为无开会嘛，计会讲我要开会，我嘛要求，就今仔这个记者会问看现在进口的这些蛋巴西的蛋流到台南市有多少？卫生局表示，鸡卵的稽查一直拢有进行。卫生局嘛强调，台南因为无冷链设备，通路差不多都是国产鸡卵，因此无进口卵的疑虑。仓储的业者，我们这边是没有的，在台南市是没有的。那再来的话就针对我们刚刚我们林议员所提的其实我们不只说只有9月15号才去查这边的话我们8月29还有7月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有持续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查核，还有做一个抽验。国民党团也要求市府到年底之前，都应该高度警戒，全面稽查，包含传统市场、零售商、超商等，保障市民大众食安的健康。不要混蛋，给我好蛋。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台南今年举办全会，得到44间企业的专业资源、现金甲物资的赞助，加将近2000万，希望提供选手、教练、裁判等工作人员上届完善的后盾。而面对这群台南之光，市长嘛以颁发感谢状，并且预告盛会路线，将串联全台22县市的古迹为全运会加温。这当后，台南再次举办全运会。对筹备到比赛期间，台南市政府整合44间企业的资源，来提供选手有舒适安全的比赛环境。每个月共有3000到2万不等的培训经费来支援选手。为了感谢这群台南之光，市长委托伊颁发感谢状，感谢因赞助现金甲物资，加已经将近2000万。特别代表台南市185万市民朋友们，感谢各位能够发挥我们台南人好客而且淳朴的精神，把我们家里最好的通通都来这个让我们所有的
宾客对台南留下好印象。除了这些赞助企业，同时记者会嘛底是台南在地观光工厂、农会等等甲市府所合作的纪念品，希望透过转会，和台南优质的产品，和更较侪人看见。也能够提供我们统一的 H2O 的纯水，作为我们的全运会的唯一的指定用水，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脆面、蛋糕，还有是甜甜圈等等哦，提供我们的选手跟教练团来使用哈。那么除此之外哦，我们也透过我们全台湾超过6700家的 7-Eleven 的门市的 POS 系统，来广而告知，将这个讯息从9月25号开始到10月22号，大概将近1个月的时间，能够让我们的全国的消费者、全国的民众能够知道这样的赛事。游客能在台南市玩得开心，买得安心。所以呢，除了我们原有的各种特色商品商圈美食之外的话呢，这次还有一个创新的整合我们的观光工厂的特色产品以及农特产品把它变成一个精美的一个整个的礼盒组。距离转会只剩1个月，会长嘛公布迎接盛会仪式，9月23将对国南岭水会动员出会到安平古堡点燃等路线，一路线转台22县市的古迹甲重要的地标，邀请大家用这份祝福力量来为所有选手加油。12年全国运动会在台南。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一般人印象当中，补习班就是学校以外额外补充学习，可是未讲，其实补习教育竟能当改变囡仔一生。所以，目前台南市补教协会特别伫9月敬师月选出补教界师铎奖加优良的教师，借此表扬因辛苦的奉献。曾经伫学校担任代课老师的林彩珊，到伫补习教育一做就超过20档。不管是个别教学，或者是团体课程，拢希望做到因材施教，尽全力弥补每一个囡仔伫数学不足的所在。用对的方法，不只互囡仔成绩进步，增加自信，甚至改变囡仔一生。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经济弱势，嘛无计较，愿意免费来教，可以被评选为台南112年度补习教育师铎奖。站在小孩子的立场上，对，能够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因为他有时候要的不是只有学业上面的解惑，对，或许是他需要的是一些生活上面或者是一些遇到其他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站在他的立场，帮他去做设想，然后帮他找到最好的解决方式。或许这样子的部分能够让他无后顾之忧。你好，请问是哪一个家长？今年伫补习教育点点付出，嘛得师铎奖的，也有到伫英语教学已经17档的沈之瑜，坚持以教学就是互囡仔快乐学习无压力，嘛互伊对幼稚英语的启蒙，一直到高中生全英语报告等各种能力的栽培，拢有伊的一套。参像举办小巧市学英语等创意，将学习用于生活活动，不只互补习班的学生，嘛开放互在地学生参加，互因拢有机会学习。我们号称是全台最美的超市，我们跟店长合作，跟麻豆区农会合作，让我们的老师进到里面去，带着孩子。用英文逛超市，带着孩子用我们当地的食材，用我们当地的特产柚子来做一个简单的小果冻。那也可以让孩子知道说，其实第二外语并不是那么的可怕，它是事实上是可以融入我们的生活的。所以当然这也是免费的，那让其他不是我们的班内的孩子可以接触到说，哦，原来学英文是这么快乐的事情，是那么有趣的事情。台南市补习教育协会对创办以来，随着会员数增加，不断精进。目前已经有300会员，每一档透过师铎奖加优良教师以及相关专业人员的表扬，来提升社会认同，嘛看见补教界爱加付出，以及帮助弱势性。补习教育呢，针对学校教育在课后给予学生补强、补足的教育，让他们在学习能够更全方位。那对于一些可能比较学习低成就的孩子，
那我们协会也有给予他们像中低收入户的一些孩子，他们没有钱可以跟其他孩子一样去参与补习教育，补强自己的实力之余，那协会也有提供育苗专案来帮助这一群比较弱势的孩子。9月24號下晡，協會將在豐原文創舉辦頒獎典禮，同時邀請玫瑰木樂團演奏，希望造予每一人一份感動的生命體會，嘛共同見證保持教育力量。台南新聞郭文吉採訪報道。台江見證200檔台南社區大學台江分校的師生用台語文共同創作土地詩歌，來描寫台江文化營造的故事。9月22號，因將在台江文化中心舉辦詩歌節，邀請大家做回來吟唱詩歌。地啊，台江地，你的母親站門口，出口咧由南轉向西。早期溪流佫無規格，互人搬厝佫是烏白洗。在台江文化中心新用樹下吟詩，全國地友里長王金秋，甲對台江的心情變做詩歌。伊20檔以來參與台江文化運動，以台語文詩文編印公親彩虹詩集。生在戰亂毋着時，男女有別無時機。學徒坎坷難得去，相學路遠幾千里。以台語講出我的學習路。今年80幾歲有愛子阿嬷，借由過往的記憶，以台語形式陸續完成詩文創作，非常無簡單。左厝風來亂，大家合力解翻。花妝阿嬷吹，花鳥閣再重新畫。台江學生知，學了恁有夠厲害，祖先勤儉有留份，才會出着好子孫。阮有聽恁的交代，骨力拍拼認真知。在台江這個土地生活，台南社區大學台江分校師生收集平常時所創作的詩歌，編成土地詩歌詩集。以文學緬懷台江生命的辛勞，同時舉辦土地詩歌節，作為台江見證200檔的禮讚。咱台江文化，毋是講咱有硬體爾，是咱有一個文學，咱有一個這個社區博物館的營造，有一種文學的生活，有一種咱博物館的生活，有咱國家力的生活，會當來營造美麗美好的未來。活動當天也會準備台江的樹木花葉，印在咧樹根仔頂面，閣寫着家己創作的詩歌，留下紀念。詩集也將送予台江中小學，作為本土教育教材，推廣本土語言。台南新聞順懷採訪報道。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新聞現場。台南市政府伫甲全家合作将文旦水果杯上架以后，佮进一步甲全联大润发合作，嘛将麻豆文旦伫全台湾上架，互消费者免走到产地，得当买到正港的台南文旦。厉害啊！文旦粿肉芳个甜，互台南市长黄伟綽非常懊恼。文旦是中秋节应景的代表。其中台南麻豆文旦上出名，受到不少消费者的喜爱。文旦都看起来长得一样，那吃起来就不一样。但是呢，有些外地的文旦呢，他就说自己是麻豆文旦，就用麻豆文旦的价格来销售给消费者。为了保障民众会使买到正港的台南文旦，台南市府甲2大通路业者合作，伫全台2100间门市贩售，业者也趁此机会推出6款文旦礼盒。
提供民众丰富多元的选择。不管对农民来讲，我们其实辛辛苦苦种出了农产品，如果没有找到好的上架的通路的话，那他们的心血往往会被打折，因为有好的产品却没有办法交到这个市场最优质的消费者手里，往往会被一些盘口啦，会被一些这个中间的通路商乱砍价，甚至于这个挑肥拣瘦对农民来讲很不好。所以呢，我想我们继之前的这个全家之后，我们现在跟全联以及这个大润发合作，一起把优质的台南文旦、麻豆文旦行销给优质的消费者。市府将持续透过多元行销活动，加讲收固定产销措施，全力行销在地文旦含相关农产品，将台南的好滋味推广出去。台南新民所怀采访报道。为替患者的营养安全把关，基于病院陆续引进一系列先进的医疗科技设备，参像自动包药的机器、冷藏的药柜等等，希望运用智能科技来建立营养安全防护网，提升营养的精准甲效率。随着科技进步，现在病院针剂甲包药嘛缀上智能化潮流。基美医学中心积极投资先进设备甲系统，引进一系列智能科技医疗设备，包含自动包药机、冷藏智能药柜等。这设备除了当提升住院病人用药安全甲准确性以外，嘛会当大大节省药师取药时间，提升效率。住院的病人他使用的针剂相当的多，那再加上有一些针剂是属于高危险性的。原本我们已经有口服的包药机，那口包药机目前已经使用已经很普遍。那刚好这几年刚好有所谓的针剂自动包药机，透过自动化的设备，然后让自动包药机能够帮针剂就是直接做调剂。住院期间，针剂药品对于病人的治疗是不可或缺的一项药物，但可能因为人为因素而造成调剂错误，对于病人的健康造成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奇美医院引进了最新一代的针剂自动包药机。自动化的设备除了能够有效并有效率的调剂，也可以降低错误的发生。基美病院有感智能药柜便利性，除了伫门诊注射室、化疗注射室以外，伫今年10月起，将伫咧专业25个护理站提供住院病人全面智能化用药管理。这次引进的冷藏智能药柜无同以往，不仅新增冷藏药物的功能，更符合病房药物的保存需求，佮搭配了先进的监测甲管理系统，会当追踪甲记录每一位病人的药物使用情形。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台湾的古早味鸡卵糕曾经流行到海外，伫高雄就有一间现行的鸡卵糕店，不只保留古早的香味，嘛调整减糖的比例，较养生健康，加上开发创味的口味，互人客持续来交关。一大块蓬松柔软的古早味蛋糕在烤箱里烘烤，出炉以后，满满的香气瞬间飘散在整个厨房。这里是高雄楠梓后昌新路，短短1个多小时，这间古早味蛋糕已经来了5、6组客人。不止路过的客人被香味和看起来就很可口的外形吸引，也有早早就预定的回头客，一买就是3条起跳。今天来买咖啡、巧克力跟那个南瓜乳酪，嘿，对对对，应该5、6次有了，嘿，因为小朋友很喜欢吃，当下午点心或者是早餐。好吃的地方就是它不会甜腻这样子，然后吃起来的那个蛋糕体的口感也蛮湿润的，它也不会甜到让小朋友说哦怎么这么甜，然后吃不下这样子。老板原先和妈妈一起经营，现在完全是一人作业模式，在厨房来回奔忙，融合面团、加入材料都要抓紧时间空档，以确保蛋糕可以新鲜出炉。最近特别来买比较多，加现场也是都有，只是我们族群都是吸引老客人比较多，就是比较有年纪的啦。我们蛋糕没有很甜，比一般古早味不甜一点。哎呀，他们是都这样讲啊，我们自己也有减糖过。减糖后的蛋糕清爽无负担，加上创意更加吸睛。看到这款南瓜乳酪口味，将新鲜南瓜加入面团，在蛋糕里还吃得到一点南瓜肉，撒上南瓜籽和白芝麻的表皮，增加口感的丰富性。
另外，老板也私心推荐咖啡口味，虽然外形并不如其他口味抢眼，但蛋糕体包含着咖啡香气和画龙点睛的巧克力酱，冰过以后再开动，入口后湿润滑顺，比例完美，造就的细致口感，成为开业8年的秘密武器。记者周福庆、李凡飞高雄报道。感谢收看9月21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佳，咱再会。